歡迎使用 RT 持續血糖監測系統。佩戴教學：先檢查產品包裝是否有損壞，查閱合身側面標籤，確保產品在有效期內。撕開包裝易撕帶，取出內置產品，核對包裝內配件是否齊全，可掃描合訂二維碼，或隨附卡片上的二維碼。下載 RT 應用程式，於手機安裝好 RT 應用程式後，即可開始將傳感器佩戴於身體。建議選擇上臂後側作為佩戴部位，建議避開有疤痕、痣、妊娠紋或腫塊的位置。撕開助針器包裝袋，取出助針器。若助針器有任何損毀，切勿使用，並及時聯絡客服人員。用酒精棉片擦拭佩戴部位，確保選定的佩戴位置清潔且保持乾爽。待酒精完全揮發後，再進行下一步操作。旋轉並打開佩戴器的底部蓋子，取下佩戴器頂部的安全蓋。操作時請避免誤觸按鈕。將助針器對準手臂佩戴位置，按下頂部灰色按壓按鈕，其後輕輕移走助針器。在傳感器與應用程式成功連接前，切勿丟棄助針器。打開手機已安裝的 RT App， 使用手機鏡頭掃描助針器上的二維碼或包裝上的二維碼，以驗證你的助針器。點擊下一步，瀏覽 App 使用指引，等待藍牙連接成功。RT 傳感器需要30分鐘預熱時間，預熱完成後，即可開始查看實時血糖數據。可使用加固貼將傳感器緊固於皮膚表面，將加固貼中心對準已佩戴的傳感器。撕開加固貼另一邊背膠，壓實邊緣確保貼服。撕走另一面嘅底紙，跟住順住邊位壓實，令貼片貼得更穩陣。傳感器佩戴程序完成，請體驗實時無痛的血糖監測服務。RT 為你提供為期2星期的血糖監測服務，助你隨時隨地掌握自身血糖水平。